皇上，您都看了好久了，歇歇吧。也好，朕看的是头晕眼花。这是江宇彬给您配的安神茶，赶紧喝了。皇上，别再看了，进屋休息休息吧。好吧。皇上最近封了好些答应常在呀，招信的次数也比从前多了。是。本宫知道了。奴才告退。皇上呀，真是应该保重龙体。娘娘不要过分担心了，有件高兴事，奴婢说给娘娘听。索性有喜了。真的？奴婢今儿早去太医院拿药，碰见姜太医。姜太医说索性有喜了，但是胎气不稳，所以姜太医特请求出宫照料。你去告诉姜太医，让他好好照顾索性，不用急着回宫当差的。是。皇后娘娘，纯贵妃娘娘来了。臣妾请皇后娘娘安。坐吧。谢皇后娘娘。臣妾今日来是有一事。皇后娘娘，这话原本不该臣妾讲，只是皇上近日是否为国事操劳，精神不济？他半夜气喘，身子发虚，接连喝了补药也无济于事，臣妾实在是担心得很啊。皇上喝的什么药？是太医院开的，臣妾也不甚清楚。唉，本宫会劝皇上保重龙体的。那就有劳皇后娘娘了。朕的脉象如何？回皇上，一切如常，并无大碍。可朕的精神大不如往日，你开的补益强身的药，一点功效都没有。江宇彬，你办事不大得力了。好，皇上，微臣以龙体计，用药不敢过猛，也不敢急于求成。药性过猛，对龙体也有损伤，必须得慢慢进步才是。无用，鹿园里养那么多梅花鹿，朕记得先帝在时，也用鹿血兑酒服用。皇上，鹿血确实可以大补虚损，强精益血，喝酒之后药力更佳。可药性太猛，与肾体不合，微臣实不敢用。罢了，你再去取些好药来。如果再无功效，你也不用留在太医院了。是。这鹿血酒真的有用吗？鹿血酒大补虚损，益精血，达官贵人们都爱用。只是这鹿血酒啊，功效太猛，皇上前些日子为国事累着了，怕是虚不受补，反而会损伤龙体。除了鹿血酒，就没别的东西了？没了，就这个是最有奇效的。令主儿，在您没有子嗣之前，顾宠可是第一要务。
您歇一歇再看折子吧，喝口牛乳茶吧。奴才扶您起来。皇上，和御膳房做的口味不太一样啊。皇上圣明，这是令妃娘娘亲手做的。哦，她手艺还不错啊。令妃娘娘担心您皇上龙体操劳，特地进了这个。其实奴才也说呢，这令妃娘娘既准备了鹿血酒，怎么不一起送来？这两者一起服用，那效用才好呢。令妃哪来的鹿血酒啊？皇上您忘了，令主乃是盛京人，咱们祖先进关以前，秋冬时节不都喝这个吗？所以令主才会调制。皇上，要不去永寿宫尝尝？好，去永寿宫。这。主儿，您歇歇，喝点粥吧。不喝。主儿，您都一天没吃东西了，稍微喝一点吧。啊？困在宫里这么久，跟坐牢似的，谁吃得下去？主儿，您不会是有了吧？奴婢记得您的月事已经迟了很久了，现在又这般恶心难受。一定是的，这感觉太熟悉了。一定是的，太好了，本宫正愁解不了这困局呢。谁写这些鬼东西？主别生气，奴婢立刻去回禀。等一下，不行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本宫才有身孕，胎气不稳，还不能忙着应对皇后损了龙胎。皇后是为危言重定，必须处置。本宫暂且先忍耐着，等腹中胎儿熬得再大一些，再去禀告皇上。主受苦了。9阿哥没生下来，这个孩子一定要保住。最近我们奏队，感觉皇上精力不济，困倦难当，有时还弥漫着酒气。哎呀，这该如何是好啊？哎，我说。都下去吧。是。娘娘怎么了？有点头晕目眩。奴婢去叫太医过来。先不用，你查得如何了？娘娘，听说皇上私底下问姜太医要了鹿血，姜太医说鹿血性烈，与圣体无异，给回绝了。但奴婢发现永寿宫的人每日都到鹿苑割了新鲜鹿血。令妃用鹿血，难不成她制了鹿血酒给皇上喝？皇上在姜太医那儿所要不得，怕是另有人用鹿血酒讨好了皇上。皇上此刻在何处？永寿宫。咱去永寿宫。不必请安，都退下。
永寿宫的主位呢？皇上，怎么办呢？朕头晕的厉害，想睡会儿。你先出去，叫皇后先回去吧。皇上，你别睡呀，皇后娘娘会责怪臣妾的。她是皇后，你是妃子，你被她训斥几句，等皇后气消了也就罢了。等朕好些了再去见皇后。出去吧。是。不知皇后娘娘凤驾来临，臣妾未能远迎，还请皇后娘娘恕罪。皇上呢？皇上酒醉，在寝殿睡下了。是你割了鹿血酒，让皇上喝下的。皇后娘娘，皇上一心想补好身子，臣妾也想劝皇上注意龙体，可劝不住啊。你倒是会推脱。皇上让臣妾相伴，臣妾不敢不从。你若劝不住皇上，大可以来告诉本宫和太后。你一味纵着皇上的性子乱来，就是肆意隐瞒，居心不良。皇后娘娘训斥，臣妾何该领受？但请顾着皇上的颜面，您先回宫歇息。皇上说待他好些，便会来找您的。身为嫔妃，敢轰皇后娘娘走，令妃娘娘也太大胆了吧！臣妾不敢。皇上酒醉伤身，倦于朝政，你们却不思劝诫，献媚讨好，魅惑主上的罪，你们担得起吗？臣妾知罪。皇后怎么来了？臣妾恭请圣安。都起来吧。朕呢，不过就喝了点酒，并无大碍。皇后放心啊。臣妾侍奉皇上多年，从未见过皇上白日酗酒。可能是近日较为疲累，偶尔松反松反。皇上喝酒松身，臣妾是不敢多言的。只是嫔妃们求一时之效，给您进了鹿血酒。鹿血酒的性子过热，皇上又在体虚的时候，臣妾实在是担心皇上虚不受补，伤了龙体。皇后啊，朕明白你的心意，不过朕刚才说了，这事儿也就过了吧。大白天的，都散了吧，各自回宫去啊。怎么，没听见朕说话吗？皇上，他们是自己知错了才跪在这儿，您要轻纵他们吗？皇后如此的不依不饶，难怪他们这么畏惧你啊！皇上，是臣妾的错，臣妾有罪。娘娘，三宝拿了醒酒饮，还是请皇上趁热喝了吧。不必了，这方才吐的难受，不喝了。朕不是说不喝吗？皇上喝了这么多酒，应该喝点醒酒汤，缓和缓和。朕说不喝就不喝。娘娘，皇后娘娘，皇上要是生气，要责要罚，臣妾不敢多说什么。只是皇上不爱惜自己的身体，臣妾实在是心疼。朕今日累了，就在令妃这歇下了。皇后也回自己宫里，冷静想想，自己有何错处。令妃，哎，你同朕回去，其他人别在这点眼了，都回自己宫里去。是。皇上封臣妾为皇后，直言进谏不算有错。皇上若是怪罪，臣妾自己跪下受罚。
这是干什么？要跪你自己跪。娘娘，您这是何苦？夫君不爱惜自己的身体，妻子不能劝一劝吗？就算他是高高在上的君上，本宫是臣子，不能一劝吗？皇上，皇上您别生气啊。他打算跪多久？皇上，您不先出声，皇后娘娘哪敢起来啊？他这是仗着皇后的身份来要挟朕。皇上，皇后娘娘对您一心关切，只是情急之下才会言语不当的。皇后糊涂了，皇娘干涉朕，掣肘朕，怎么连皇后也生了这样的脾气？娘娘，您怎么了？皇后您怎么了？皇后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你怎么了？醒醒！皇上，娘娘，娘娘，您怎么了？皇后娘娘，您醒醒！皇上，皇上，娘娘，您咋了？如意，娘娘，您怎么了？快太医！这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，您醒醒！娘娘，皇后娘娘，您醒醒！朕喝了醒酒饮，酒应该消了吧？基本上闻不着酒气了，也不知道会不会熏着他。怎么还不醒呢？皇后娘娘累着了，多睡会儿也好。娘娘，娘娘，醒了，皇后娘娘醒了，皇后娘娘醒了，娘娘醒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醒了。如意，如意，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，来来来，如意，你醒了。怎么了？都笑什么呢？你遇喜了。江雨冰，哎，皇后娘娘安心，您因为太相出现，所以受孕症状不明显，但是从脉象看，却是遇喜有月余。真的？千真万确。娘娘这是投胎，一定要格外小心。好。江雨冰啊，哎，皇后的身孕，全交于你照顾了。万一有什么闪失的话，那为着这条命，便不要了。那就好。你们都下去吧。这，微臣告退。如意啊，今日在永寿宫，真是喝酒喝过头了。臣妾若不是怀了身孕，皇上还和臣妾置气呢吧？你别生朕的气了，孩子也会跟着不高兴的。你也知道，朕不是一个贪淫之人，也不是一个不顾朝政之人。这喝鹿血酒，无非是近来觉得身乏体虚，想要身体强健罢了，也就可以破了青天剑所说的与12个相克一说呀。
皇上啊，您太在意天象之说了。皇上正值壮年，这些日子也就是朝政繁忙给累着了，延医用药，好生保养，就会好转的嘛。朕虽然正值壮年，但皇阿玛也是正值壮年的时候骤然离世。这几日啊，朕常常梦到皇阿玛，想起来就心惊。先帝是急于求成，才误食了金丹。其实立刻见效的东西，最伤人根本的。好，朕知道了。你安心养胎，给朕生一个皇子，比什么都要紧。臣妾自然会好好养胎，可是后宫的事，臣妾也不能不管啊。令妃，她邀宠媚上，确实是做错了。这样吧，从今日到咱们孩子满月，朕把他们的绿头牌都给撤了，不许他们侍寝，如何？皇上爱惜自己的身子，就是对臣妾最好的考量了。这有收宫是个什么邪门地方？这皇后是万年不曾遇洗的身子，怎么偏贵在有收宫外面就有了？就是，听说皇后娘娘遇洗，皇上恼了令妃他们了，都不许他们侍寝了。令妃这个贱婢，当年没处置了她，是本宫心软无用，如今赶在这个节骨眼儿，皇后又遇袭了，谁还会疼惜本宫的孩子？主儿，只要您生的是个皇子，谁能不疼惜咱们？皇后娘娘这一胎，是男是女都不知。女儿有什么用啊？一定得是儿子，一定得是儿子。立心，是。如今本宫胎相已稳，皇后又怀着头胎，无暇顾及本宫。你去转告皇上，就说本宫怀着身孕，请求安胎养护。是。皇上，是令妃娘娘在叫您。皇上，臣妾冤枉啊！令妃娘娘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您和皇后娘娘错怪臣妾了，皇上听臣妾解释。令妃娘娘，皇上，停！皇上，臣妾一心侍奉皇上，不知错在何处啊？那你觉得是朕的错？皇上当然没错，那是皇后的错。臣妾不敢。那就只能是你的错，自己的错自己担着。哎呦，令妃娘娘，你快起来吧，令妃娘娘。臣妾冤枉啊！起下！皇上！容贝，本宫真的有身孕了。当然了，娘娘，您今儿问了千八百遍了，不用喝坐胎药，就这么顺利的有了？您这是高兴坏了。本宫不是高兴坏了，本宫是不敢相信。您有了孩子，跟皇上也解开了心结，那就好啦。您怀的是嫡出的孩子，皇上高兴，去奉仙殿祭考列祖列宗了。本宫和皇上的心结倒是解了，只是皇上这阵子担心变老的心结，不知能不能过得去。谁能不介怀生老病痛啊？皇上今儿不是已经答应娘娘不再喝鹿血酒，好生调养？知道喜讯后高兴成那般模样，皇上一定会珍重龙体，振作精神的。但愿皇上能明白，年岁渐长，身体渐弱也是在所难免的。和钦天监所言的父子相克，
又有何干系呢？皇上会明白的。娘娘，您这胎来得不易，往后得更加珍重身子。别再想那些了，早些安置，对龙胎有益。睡了。皇阿玛，继后乌拉那拉氏玉玺，儿子终于可以再添一个嫡子了。儿子到了这个年岁，不知怎么的，对于生老病死，竟也畏惧起来。但无论如何，儿子会振作精神，不再胡为，也会好生的保养自己。皇上，启祥宫来报，嘉贵妃玉玺3个多月了，请求停了制化经幡，好生养胎。真的？太医已经把过脉了，应该不会有错。这是好事啊，确实不能让嘉贵妃辛劳了。朕把这个消息告诉皇后。是。姜太医给您开的药还好吧？药效是慢了些，但情况有好转，人也觉得精神多了。那就好啦。皇上、皇后娘娘，嘉贵妃到了。臣妾请皇上，请皇后娘娘安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嘉贵妃玉玺3月，子嗣为上，就不必再制化经幡了。臣妾谢皇上，谢皇后娘娘。皇上，上回臣妾痛失9阿哥，这次臣妾肯定好生养着，不敢再有错失。你明白就好，是皇后宽容，顾念你们母子，才宽宥了你。臣妾记着皇后娘娘宽宥之恩。朕去慈宁宫请安，嘉贵妃，你好好养胎。是。恭送皇上。皇帝可盼嫡子，皇后玉玺，这真是天大的喜事，也是大清的福泽。皇后这把年纪，怀了头胎，万万得要仔细呀。皇娘无需操心，宫里上下都会仔细照顾好皇后这一胎。皇帝重视皇嗣，哀家关心皇后也是应该的。只是下回不要再闹出前日永寿宫那般事了。儿子知错了，劳皇娘费心。皇家以子嗣为重，伺候你的人还是要沉稳些的好。如今，皇后和嘉贵妃玉玺，纯贵妃和婉嫔的年纪也不算小了，淑妃产后不调，余妃又久不侍寝，令妃和庆嫔都受责。这偌大的后宫，竟然没几个可以伺候皇帝的人了。这历年来，各王府都有挑人进来，各部也有进献女子，可儿子一直撂在圆明园，没予理会。这些女子动机多半不纯，没准儿还招个眼线入宫。是啊，谁愿意搁个眼线在身边呢？皇帝登基后，不曾选秀过。如今后宫人这么少，天底下最顶尖的姑娘都该到紫禁城来，不是吗？儿子原本不想大费周章，可如今想着是该选秀了。皇娘无需操心，这些事情户部还有内务府的人会操办，皇娘安心即是。若无事的话，儿子先行告退。恭送皇上。夫家，你瞧瞧，这皇帝和哀家都疏远到什么份儿啊！
皇上疑心重，与其如此，太后倒不如丢开了手，颐养天年为好。到底是多年的母子情分，不想竟成这样。唉，这天子心性皆如此，谁又能奈何呀？李煜啊，在。选秀之事，交与内务府和户部全权操办，不许任何人插手。选中的秀女家世来历都必须要分明。既要选秀，朕就得好好选几个合适的人选。这下去吧。是。这每个人怀相真是不一样。淑妃娘娘玉玺吐得厉害，嘉贵妃娘娘玉玺精神奕奕。您倒不吐，就是晕眩，可吃不下东西不行啊。为了腹中的龙胎，您多少也得吃一点。太后来看本宫的时候，说她怀着2位长公主的时候就精神不好，叫本宫多多静养。可是，皇后娘娘、于妃娘娘和淑妃娘娘来了，快请。这。姐姐，快让我瞧瞧啊！这时候哪能摸得出来啊？都还没显怀呢。幸好啊，姐姐在永寿宫无事，否则要是伤到腹中的孩子可怎么好？是啊，坐吧。姐姐，你这是太在意皇上还有夫妻这2字了，才会生了永寿宫的事。好在你身体没事，该罚的人也都罚了。不说这事儿了，叶心，快把东西拿上来。是。做了这么多啊！做得真精致。自从开始伺候皇上，我就替姐姐攒下了这些，1年只攒1件，用最好的料子来缝。总想着，这么做着做着，不知道哪一年姐姐就能有喜了。海兰，真的多谢你有这样的心意。容佩，把它好好收着。是。现在就希望啊，姐姐能平平安安的生下个皇子，也好给5阿哥和10阿哥做个伴。妹妹，这是惦记起10阿哥了。贤亲王夫妻都是细心的人，我听说10阿哥已经逐渐好转了，妹妹也别太担心了。我知道。一欢，吃个橘子吧。谢谢姐姐。你要吃什么？苹果吗？姐姐你怀着呢，还是你吃吧。我吃不下东西啊。按你说来，朕的身体全然无恙。皇上身体强健，无需再经滋补之物。那前些日子，朕的精神不济啊，老虎都有打盹的时候，何况是血肉之躯。皇上的身体需要慢慢调养，只是有些人心急，拿了大热之物给皇上进补，只为的是一时之效。以微臣看，皇上只要静养几日，便能好转。难怪皇后要替朕生气。人人都是花团锦簇的热闹，唯有皇后是让人清醒的冰雪。微臣还有一事禀报。你说。微臣去乾清王府见福晋照料10阿哥仔细，10阿哥现在身体好了不说，脸色也好看了，人也强健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这朕与10阿哥都无事，朕就放心了。江玉斌在，你得空多去给10阿哥诊脉，务必让这孩子赶紧好起来。是。
伤肝，主儿，您还是宽宽心吧。本宫失宠见不到皇上，内务府也跟着怠慢了。就连本宫额娘和左禄，也偏偏在这个时候来伸手要银子。本宫就算有银子，也被掏空了。老夫人不知道，在这个宫里哪里不要赏钱的，否则使唤得动谁？这银子流水一样出去，您自个儿也没多少。本宫啊，不求有个富贵娘家，只希望他们能够贴心一些。如今没有人能帮本宫了，本宫还能指望谁？主儿，别伤心了，咱们去找敬忠公公，想想办法再说呀。主儿，喝点粥吧。哎，怎么越画越不像了？那是因为您心不静。明日就是皇上选秀的正日子了，您能画得好吗？皇上奉太后6旬万寿之名，选取秀女侍奉宫中，那是名正言顺的事儿。好容易这回令妃他们受责罚，皇上来多看了主2回，这又要选秀，等新人一来，这不是你该管的事儿。主，奴婢是替您着急。皇上不是骄奢淫逸之人，登基这么多年，这才第1次选秀。如果按照宫里的老规矩，3年1大选，那6宫早就该没有本宫的位置了。咱们该记着皇上的好。奴婢相中的几位格格，选秀的头2轮就被筛下来了。人不够出挑吗？皇上说了，权臣之女不选，历朝为官者之女不选，若地位过低的也不选。皇帝防心还真够重的。明日就是殿选的正日子了，皇后有孕，不能操劳，去不了。皇上已经来请过太后，要您一起去殿选。打着哀家60大寿的名号选秀，又不许哀家过问，让皇帝自己做主就是了。正黄旗护军参领卓特之女布尔察氏，正黄旗内管领阿布齐之女阿尔布氏，镶黄旗员外朗索和之女博硕氏，镶蓝旗巡抚鄂顺之女西林觉罗氏，镶白旗拜堂阿佛因之女林氏，阿巴亥部德木齐赛因察克之女拜尔果斯氏，镶蓝旗护军参领鄂奈之女张氏，正红旗司库康申之女康氏。